是两名共哈巴。今天来到我们课堂的两名，是一个非常帅气、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兼歌手。我们来欢迎小鬼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。今天我来找你是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你交了一个客家女朋友吗？没错。然后你已经邀请她去你家吃饭啦。还有你真的都有在 follow 我的事情哎。当然啦，我们是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对，所以说我带她来我家吃饭，那当然我要露一手厨艺啊，煮饭呐啊。那你煮完她吃完之后，你有没有问她？当然问她，你吃到后什么？哇，你吃到后什么？对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对。哎，那他怎么回答？你一定很满足吧？他就说，好吃，好吃。对，哎，这样等于就失败了。哎，好吃就是不好吃，原因后面跟我讲的原因。你的酸辣汤太辣，太辣，还有嘞，你的酸辣汤太酸，太酸，对。所以酸辣汤又辣又酸，太辣又太酸，对，就这样不 OK， 太过火了。还有他觉得我的炒苦瓜，太富太富太苦了。对，所以你煮的东西又太酸又太辣又太苦，那岂不是失败？哎，也不是失败。哎呀，其实应该是说失败中呢，还求得了一些进步的空间。OK 啦，反正至少他是握着你的手，他不是这样啪一巴掌之后说好吃。没错，所以 OK， 你们有机会。谢谢小鬼，谢谢小鬼。Bookship 时间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你吃到后什么？你吃到后什么？不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酸，苦，辣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